儿子谢张惠妹。谢张惠妹。对呀，你儿子？我儿子是谢先生。这样子你有他的电话吗？我没有带到的。没有带到哟。这样子你只要感报一下，说谢张惠妹打好的，他就会出来。这个是不是？是这个这位吗？不是。你在这边。大姐，这边坐的啦，这边坐。我们你就感报一下，谢张惠妹打好的，他就还是说他没有请值班查？他没有走哟。对，没有走。好，你坐。他说他一下就。你有那个带证件，我们帮你联络。你证件借我联络一下。打电话就可以了。我忘记了。我讲一下。电话有没有？你儿子的电话啦，我们帮你打。是。他没有带电话。手机了。对啊，我讲不出来。那你坐一下，这里不要晒到。大姐，你那边坐，然后证件那个我请我们值班同事查一下。对啊，很快，太快了。不晓得打那么快。就不敢讲了，不敢。前面的那个前面。喂，信号联络到了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这里。我这还是旅长他的来这边量体温哦。开到那上面。好，那什么车子吗？那个车子好像。好像好。是。街上看见吧？对。慢慢走，嘿，慢慢走，这边，好，嘿，好，拜拜。好，可以关了。OK， 好。留着。本案为家住杨梅的老奶奶，因为施打疫苗非常快，接送老奶奶的儿子还没停好车，回到疫苗接种站就施打完毕，而老奶奶因忘了带手机。一直嚷嚷着请员警协助广播说谢张惠妹打好疫苗，儿子就会出来了。员警这时才发现老奶奶与摇滚天后同名同姓，也让疫苗站气氛瞬间欢乐起来。后续员警透过查询到张惠妹奶奶家人的联系方式，顺利让奶奶搭上返家的专车。